好来，乡亲继续来看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因为肝癌开刀换肝，目前人搁伫咧加护病房。想袂到伊的第三个小弟颜青山，嘛因为肝癌带入去高雄的中家病院，6月初一要来做治疗。颜清飘有7个兄弟姊妹，伊是上大汉的，伊有4个小弟。除了上细汉迄个小弟，早年因为车祸过身之外，其他3个小弟嘛拢来得到癌症。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这个月13进行换肝手术，也伫加护病房已经会当落床。就伫治疗期间，伊的第三小弟颜青山嘛因为肝癌，共款带入高雄中家病院。这个恢复的状况都很好，谢谢各位关心，一切都按照医生的规划，都按照医院专业他们的评估。医方表示，已经为颜青山完成一组定位，预计6月初就进行治疗。颜清飘有4个小弟，根据了解，除了第4个颜良佑20当前车祸意外过身以外，大汉的颜青通治着脑癌，第2个颜青金是喙腔癌，第3个颜青山是肝癌，加上大兄颜清飘，等于兄弟4个人拢是癌症。要用一个健康的概念来看癌症其实只要充分的休息然后一个正确的治疗，然后术后的保养都可以很顺利、很平安。医方评估颜清飘伫规家病房，还阁需要住院半个月才会当回去厝。亲友透露，眼界兄弟应受罪，少年时阵经常啉酒、食槟榔，但是4兄弟治疗癌症了后，全部拢改掉，手术了后恢复的状况嘛真好，希望各界互因祝福。